捡到这个小包包啊，这个小包包若放进去哈，来遮领哈，这内底歹势，我来念名，叫做王志什么？王志勤还是什么？啊，这有一个包包哈，咱再来领一个哈，哟。啊，下一面呢，来欢迎咱校长单位陈实武讲师哈，来给咱分享这个《中庸》第28章哈，来大众请起立。讲师慈悲，乾道恭，坤道恭。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同仁、言传师以及咱各位真贤，大家午安。讲师午安。我哈真欢喜吼，今仔日有机会会当来担任这个课程啊，那完全是承蒙着上天慈悲，祖师的蒙慈，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咱老人民的五代提升，人民讲传师的一个慈悲栽培，以及咱真贤者的一个福气吼，互咱互学今仔日有这个机会，会当来遮算讲。咱会当去学习着利用这个课程，会当甲这个心得同遮分享，互咱大家知影。那互学台语无足好安尼啦吼，毋过拄啊好分着台语这个课程，咱后续会尽量就是拢用台语发音，尽量可能较等下你讲会有几个音。教了毋对的话，甲咱原谅一下啊咱尽量，咱有时阵要讲，咱搁去查讲这个台语音到底要安怎讲尽量互伊正确啊。毋过着讲的较简单，有时阵咧照真念，敢若无遐容易好，那互咱呢？负责着这种是28种。那伫即种呢，伊是鱼儿章有2种有2种。那咱要讲之前，咱先大念带咱大家念一下。那我念一句，咱大家做伙念一句来，祝我无离后主庸。真理破主专，真理破主专，心好金之世，心好金之世，宽度之道，宽度之道，如处者，如处者，哉及其心者也，哉及其心者也，非天主，非天主，不义类，不义类。不制度，不制度，不可闻，不可闻，今天下，今天下，己当贵，己当贵，书当闻，书当闻，行当伦，行当伦，虽有其位，虽有其位，多无其德，各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的。亦不敢作礼乐的，虽有其德，虽有其德，故无其位，各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的。亦不敢作礼乐的。诸法，诸法，我法下礼，我法下礼，既不足定也，既不足定也。我合云礼。我合云礼，有丧尊严，有丧尊严；我合周礼，我合周礼，
金庸寺、金庸寺、五常州。五常州。好，读一届就好啊，吼，因为咱有看到其实文啊，吼，嘛算足长的。那文长啊，吼，文啊是爱用真长的时间来做一个解说啊，吼。那互较咱即阵吼，拄好是好困的时阵对啊。经过拄啊迄个有咧歌吼，应该拢把咱的精神振奋起来啊。咱较等下吼，咱尽量就打起精神。或许永汉甲咱讲，或许当年即个课程的时阵，咱讲哇，2点到3点半，拄啊好爱困的时阵，伊讲我讲吼，这挑战性很大哦，吼，伊讲吼。爱困的人啊，吼，不管啥物时阵，伊拢会困啊，无差着即块就对啦，吼。所以嘛，甲咱互较讲吼，尽量讲啊，吼，尽量讲。好，来，即种啊，的一个宗旨啊，其实呢，咱知影顶一种，伊所讲的是圣人之道。那圣人之道就讲着讲圣人的德，敢若天遐尔悬，敢若地啊，吼。较尔高伊遐讲圣人之道，伫即种内底拄啊颠倒紧，伊讲着小人之道，吼，伊讲呢，如果为人君、为人臣啊，吼，伊无法度做着即个君臣之道的时阵，伊背位，吼，他背礼啊，越位啊，吼，伊背德，然后背礼。背礼，那伊就变成是一个小人啊，吼，所以啊，吼，伊遮孔夫子啊，伊是反对呀，反对讲自以为是，就是愚而好自用，反对独断专行，吼，见而好自专，伊嘛有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情的一个意思，就是讲啊，吼。讲的追根究底，就是甲咱讲，咱爱安怎守其位而行啊？咱担任啥物职责，咱迄个职责的位啊，咱迄个爱甲做甲到，吼，咱爱安分守己啊，毋通去做小人就对啦，吼。那即种的宗旨呢，主要是讲着这。来，咱就落来即个本文啊，即个本文第1句。注法无离后主用，这是讲着咱的认知。即句啊吼，是讲着咱的想法甲念头啊。就是讲一个有的人啊吼，伊足容易的自用，就是自以为是。吼，伊感觉伊想的拢总是对的啦，别人想的拢毋对啦。吼。然后见离后主专，吼，一个人啊，吼，伊是安怎？伊足容易啊，吼，独断专行，伊想要做啥，伊就做啥，吼。即个无离后主用，伊是讲着啥？有位，毋过无德的人。那见离后主专，这是讲着无位有德的人，毋过呢？这只要2项啊，吼，德甲位拢无齐全的话啊，吼，伊就袂当去制定即个礼乐。第1句吼，咱来看一下啊，讲啥物是有啊？哦，咱知影吼，就是讲伫孔子啊，孔夫子伊是处伫迄个春秋战国的时阵。迄个时阵啊，吼，会当讲君不君，臣不臣，然后夫不夫，主不主，不主，非常非常的乱啊，吼。那迄当时周王、周幽王、佮周厉王，伊拢甲想要统一，想要去统一他国，然后想要做大，所以伊心内所想的拢是计谋，伊所想的啊，吼，拢总是武器，所以呢。变成讲仁义之道，伊听袂落去。那孔夫子，你甲伊讲的话，伊嘛拢袂当接受，吼。所以啊，吼，夫子其实伊是真感叹啊，吼，真感叹。那咱来看吼，即个无是啥物啊？吼，
即个牛吼，是讲吼憨啊，讲哦，这读册吼，考试拢考足歹，老师现甲教的足憨的安尼，毋是讲迄个憨啊，吼，咱知影吼，即使是一个读真侪册，学问真好，然后学历足悬啊，吼，毋过呢，伊的自信，吼，伊的自信。是，互这物欲抗掉的话啦，吼，伊嘛是共款是牛哦，吼，伊嘛是共款是牛哦，吼，因为呢，咱知影吼，即个牛啊，吼，伊就是讲着讲，因为伊所学的拢总是伫文理上、伫知识上的一个追求啊，那变成讲呢，伊追求这伊的识，吼，咱讲即个人做识，伊的识足强。但是咧，伊的自信、伊的智慧无哦。那伊的智慧一无的话啦，吼，伊就足容易自以为是，我想的我对，吼。那遮啦吼，互咱看一个吼，互咱看一个影片啊，可能有人有看过。心情拢做不足的啊，吼，所以伊去找即个心理医生，吼，心理医师就对啦。伊去找即个心理医师啊，吼，伊讲吼，伊家己吼，伊足温柔的就对啦。伊厝里的代志拢做甲足好的啦。毋过呢，伊毋知为虾米因翁吼，逐工吼拢对伊大细声，拢一直甲骂，一直甲骂啊。他有什么样的生活坏习惯？像抽烟啊、喝酒。我讲有啥物坏习惯？就是哦，只有那个讲话对我很凶这样子的。讲会去厝内底拢对伊足歹。不过一次哦，我先生打电话来，打电话来啊，骂我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喂，我在哪里？在哪？在哪？我还在哪？不要一直打，烦死人了嘞！好了，我知道了。好，等下就回去了。好啦。医生，我老公就是这样啦，对我讲话很凶啦，我都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啦。看有吼，伊讲伊足温柔的啊吼，毋知影为虾米因翁拢对伊足歹的啊。结果拄仔一接到电话尔，哇，匹配着，大细声，连因翁拢听着，连医生拢听着就对啊。这敢是牛？这是牛呢？为虾米？因为伊拢想讲伊无毋对啊，拢总是因翁毋对啊。伊拢检讨因翁，伊拢毋知影反省伊自己，敢是安尼？所以这就是一种牛哦，吼！所以牛的人啊，吼，伊就变成安怎？拢我想的对啦，你拢毋对，吼！所以伊讲吼，我毋知影我做毋对啥物呢，吼，伊就拢感觉伊对啦，吼！所以啊，吼，这就是无理后自用的一种啊，吼，那。咱讲真正的啊吼，真正其实无真正牛啊，就是没有真正愚笨的人啊，吼，每一个人自信拢总是共款情形的，只是落来即个后天之后啊，吼，变成讲受到即个污染，吼，那受到即个环境的累世，吼，累世的一个业障啊，吼，变成讲咱的智慧啊，就愈来愈无清啊，吼，所以变成讲性。牛其实就是性暗不显，吼，然后无智慧。来，牛是啥？牛其实就是方向的错误，吼，毋知影迷途知返啊。这啥物意思？我今仔日我要去台北，结果咧走位屏东去，安尼敢会改？绝对袂到，方向都毋对样啊吼！你搁驶5点钟嘛驶袂到，方向毋对，吼！这就是讲着咱哦，咱
情啊，结果咧，咱方向拢毋对去，咱追求啥？咱追求名，追求利，结果咧无应甲喘气片，然后死的时阵，咱都莫名其妙。这个就是方向错误。互咱看一个影片啊吼，这两地尔才看了就无啊吼。啊，咱详细看，去家己思考一下。本片以60年代落后土气的绘画风格，带你去重新审视自己的现代生活，看看自己是进步了，还是更落后了。魔王波旬照。这叫做魔王的会议啊，吼伊呢叫咱去思考，看咱即摆生活到底是进步还是开了一次退步。空前的魔界大会，他在开幕式中说：“我们或许无法阻止佛教徒进入寺庙，无法阻止他们烧香拜佛、供养三宝，我们可能也无法阻止他们保持某些传统，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我们可以阻止他们学习到活泼教法的核心，阻止他们亲近具有清净传承的善知识。如果他们了解了佛法的真谛，我们对他们的控制能力就将完蛋了。所以，让他们进寺庙，让他们烧香拜佛去吧，但是要偷取他们的时间，这样他们将没有时间去听闻佛法、去修行，真正脱离欲望的控制，也就无法觉醒了。这就是我要你们做的，我亲爱的魔鬼们，不分昼夜的去分他们的心吧，使他们没有心思去探寻生命的真相，让他们没有动力去改变自己轮回的命运。波旬的手下怒吼道：“我们该怎么做？你们要让他们在那些生命中无关紧要的事上忙碌，让他们头脑里充斥无数的计划，引诱他们不停地花钱，然后不停地借钱，让他们大手大脚地用信用卡去花掉他们还没有挣到手的钱，然后让他们的账单堆积如山。说服妻子们去工作很长时间，说服丈夫们一周工作6、7天，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告诉他们这样就可以挣得来想要的生活方式，凭自己的双手就可以缔造美丽的家园。阻止他们花时间陪他们的子女，慢慢的，家人之间就会变得冷漠。等到他们的家庭分裂后，他们的家将不再是幸福的港湾。要过度刺激他们的心智，这样他们就听不到我的教言，引诱他们在开车的时候总是打开收音机，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在家的时候，让他们打开电视机、录音机、CD 和电脑，让他们的心被漂亮的演员与故事情节所吸引，从而一集一集地看下去，没完没了。还要让世上所有的商店与餐馆都充斥着令人浮躁、鼓动欲望的音乐，这样能令他们心智阻塞，阻碍他们开发内心觉悟的本质。叫他们的茶几上堆满世俗的杂志与报纸，让他们一天24小时都被消极的新闻疲惫轰炸。当他们行驶公路上时，要用随处可见的路边广告去吸引他们的视线，占据他们的头脑。这些人类就像蠢猪一样，他们无形中下意识地接受这些垃圾信息的熏陶，再在他们的信箱中塞满各种宣传品、促销广告，让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处理这些东西，甚至要让他们过分的消遣娱乐，每次都要玩到凌晨以后，而且在他们喝醉酒的时候，鼓励他们发生婚外情。这样久而久之，愚蠢的人类就会习以为常，他们会越来越邪恶，并且不会感到羞耻。告诉人类，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好，得多交朋友，让他们每天都有应酬不完的人际关系。这样，当他们精疲力竭地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已经毫无力气去审视内心，尽可能地用工作去占有他们，设法阻止他们去思考生命的由来与意义。千万不要让他们有时间去听善知识讲法，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和佛性建立联系。反之，最好催迫他们去游乐场、
让他们尽情地去享受那些刺激的游乐设施，让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填补心灵的空虚，从而把佛性掩埋。让他们去看各种各样的被商业化的体育比赛，并且告诉他们，人活着就得有兴趣和爱好，这才是有品位的生活。疯狂地发行唱片、影片，以及让我们的明星们开无数场演唱会，把一切虚浮、名利与邪恶注射给人，让那些蠢猪们去疯狂地模仿学习，最终变越来越恶。在这个不可多得的大会要结束时，摩子摩孙们个个情绪激昂。会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匆忙离开，个个要去热切执行魔王波旬的命令，引诱所有的人类奔忙于各色各样的事情，而唯独没有时间去听闻学习到佛法的核心，从而认识到佛性，认识真心。波旬的这个阴谋得逞了吗？你可知道忙的意思吗？心在死亡。大家啦吼，所以是毋是咱拄仔看到的啦？咱看咱即摆社会一切的一个发展啊，拢总是伫引诱咱的一个诱因，眼耳鼻舌身意，不断的去攀援。那咱一直去攀援以后，咱就毋知影通安怎迷途知返，毋知影通转来反省咱自己。吼，咱到底有含咱的自信接近无？咱有含咱上天接近无？咱毋知影，所以变成愈行愈远，愈行愈远啊！吼，所以吼，咱看即摆讲社会进步甲安尼啊，吼，社会物质生活进步啊，毋过咧，咱人啊，咱即个心啊，煞是离即个清净圆满愈来愈远，愈来愈远啊！吼。啊，毋知影吼，毋知影通要倒转来，歪头倒转来啊，愈行愈远。那另外一点就是讲咱即摆虽然讲已经求道啊，毋过呢，毋知影通修，毋知影通要去除咱的心物，毋知影去咱的一个脾气毛病，安尼嘛是共款哦，这嘛是叫做愚哦，愚哦，吼，因为咱明明知影道好，明明知影咱以后的一个目标方向是对，咱都毋知影讲要好好啊去修，好好啊去做，吼。来，第三个牛是安怎来的？其实即个牛啊，吼，伊是因为即个厝，兴趣的厝，吼，因为即个厝生出来的。咱知影讲，咱人啊，心生即个喜爱，心生即个兴趣的话啦，吼，咱心会安怎？就储备啊，敢是安尼？咱某一个爱买衫的人啊，吼，去菜市啊要创啊，明明是要买菜的，敢对？结果呢，看到遐你卖衫，伊就储备去啊，敢是安尼？爱伊兴趣就是爱买衫啊。吼，所以这牛啊，吼，伊的兴趣，吼，伊就是因趣而生啊，吼。那咱讲一个爱跋筊的，一个爱啉酒的啊，吼，你着较安怎甲讲啊，吼，拢讲袂听啊，吼。所以呢，因为牛它就有好自用。那咱知影吼，咱讲牛的好自用啊，吼。进前伫迄个日本311迄个大地震啊，吼，发生大海啸嘛，结果啊，吼，毋知伫第几年的时阵啊，伊拄仔一个亡灵啊，伊去伫北投的一个圆光佛堂，伊来借窍显化。伊来显化的时阵，一礼拜，伊讲伊足寒的啊，开始吼，一直吼，伊讲吼，我做无辜的啦，我做无辜的啦，吼。我无啥物做啊！我今仔日我为啥物会安尼啊？伊讲吼，我只是啊吼，为着我的生活，我才去做即个代志，因为伊拢住伫迄个海边嘛。那海边就是安怎掠鱼啊、拍鱼啊。啊，迄个工程吼，迄个工程线就是讲日本迄个大海啸上严重的迄个工程线啊吼，伊遐呢是
专门去爱鲨鱼的，迄个叫做鱼翅之乡啊，专门去卖迄个鱼翅的啊，所以伊迄个所在伊的一个产业啊，会当讲非常的重。那迄个冤魂啊，伊一来，伊讲伊只是迫于伊即个生活，伊不得已啊。伊讲伊平常伊做安分守己的啦。伊为虾米会来伫遮啦？那伊讲伊住伫海边伫掠鱼，伊嘛为着维持伊的一个生计名，伊安尼才有做，伊安尼才有毋对，一直点啊孝伊无辜到尾仔来啊伊讲伊毋知影人啊是有灵魂的，伊嘛毋知影讲人做歹代志有因果。伊讲我若知影我有鱼肉食就好啊啦我只是用我的一个劳力去趁即个我要爱的一个物件，我就无做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我今仔日我为虾米会落着即个下场？这就是牛呢，因为安怎？伊的一个见识浅薄啊，伊毋知影有佛法的一个存在，伊毋知影有一个因果的一个存在，所以安怎？自我受限。伊总爱家己限制掉的啊，所以变成安怎死的拢毋知伊感觉伊想的才是对的，所以伊感觉伊无辜，伊感觉伊是无罪的，伊无感觉伊杀鱼啊，伊是去伤害人，所以这个就是愚而好自用。来，真离后祖传，咱讲真啊咱拢听过，咱也看过即个古代的连续剧有一个《后宫甄嬛传》，伊讲奸人就是矫情，所以即个奸啊毋是骂人的即个奸，骂人贱人即个贱，毋是伊即个奸啊其实伊是讲着讲有德无位，有德无位。那咱知影奸啊毋是咱一个身份去分一个高低毋是伊是一个品格顶面的一个评断讲的其实就是讲着讲啊毋是讲我今仔日我做总统，我的身份就较尊贵，我今仔日我是平民，我是乞食。我的身份，我就是做清贱的，我就是做低下的啦其实伊毋是讲着身份的一个关系伊遮指的就是讲行为，咱行为上的一个越权啊。这毋是我即个身份上应该做的一个代志就是讲本身我无即个位。结果呢，我阁一意孤行，然后阁爱发号施令，这样就是品格上的瑕疵，爱做大啦，就是爱做大，无大迄个位，阁做爱做大，叫人爱做啥安尼啊，这就是贱毋对来，啥物叫奸？奸就是讲不安本分，失职佮失德。咱知影讲，咱的职责是啥？做爸母有爸母的职责，做单主做人才有单主人才的一个职责。咱要做，就是爱合乎咱即步的代志。除非讲顶面有授权互咱才会当去做。无啊拢总是失职，嘛是失德啊那孔子有讲伊讲不在其位，不谋其职。唯有真正智慧的人啊，智慧才会当自处自处智慧才能够自处遮咱就讲到一个故事伫即个汉朝的时阵有一个官员叫做霍光，伊是霍去病的弟弟。有一天呢，拄啊伫迄个大殿就是互相去召开迄个会议的时阵，迄个大殿遐啦算讲毋知发生啥物代志变成全部的人拢安尼人心惶惶，逐个人足紧张的，敢若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啊？结果呢，即个霍光
伊就想讲啊，安尼奉上迄个因仔，迄粒因仔啦吼，可能有危险，伊就想要去甲摕转来。结果伊就甲即个上服喜郎啊，即个上服喜郎诶，伊就是专门去管奉上迄粒因仔。伊即个官无大，毋过呢足重要，重要伫底，伊就敢若即摆美国总统有无？边仔拢有一个军官，伊拢挂着一卡核子弹头有无？迄个按钮，迄个皮箱，伊官无足大，毋过呢，要离迄粒要离迄个核子弹迄个按钮就是一定爱经过伊就对啦。所以即个上服喜郎官无大，毋过足只要的那即个霍光伊就催就是催伊来讲你甲即个玉玺，伊讲你甲即个囡仔交出来结果呢，即个官员伊就讲无皇帝的命令上拢袂当叫我甲即粒囡仔交出来。结果呢，即个霍光就伸手要去抢。然后要抢的同时即个上服喜郎手着迄个伊即个剑遐啦伊讲你会当甲我的头斩落来毋过无皇帝的命令我宁愿死，我今仔日嘛无要将即粒囡仔交互你所以伊有守伊的职责无？伊有守着伊的位伊不畏强权无因为讲顶面的人讲啥物，我着失职，我甲我即粒囡仔拗出去，伊无安尼所以虽然讲伊的官位无大，伊无做宰相，伊无做将军，毋过咧，伊无留名，毋过伊的事迹嘛是共款伫历史上嘛是留下一笔这就是讲你真正爱智慧才知影如何自处所以咱知影其实任何的一个成功拢总是伫你即马即位顶面你甲做甲好，甲做甲游刃有余以后，你才搁去发展。顶礼拜，日本有一个迄个专门去扫便所的，咱毋知影敢有看到？他是那个扫厕所达人，全日本伊便所扫了上清气。那咱国家呢，搁请伊来到台湾来教咱扫便所就对啦。这就是真正人伊的位伊做甲足好的呢。伊无因为讲扫便所是一个看起来毋是讲较令高尚的一个工课，伊就凊凊彩彩，伊无伊做了真好，伊甚至伊搁出书所以真正像咱即马咱讲咱这个国家足侪，咱即马是毋是拢有食安问题？因真正讲在做食品的人因拢总是就是足侪人伊用着有毒的，伊用着化学品来互咱食，伊无把守到这个食安的一个安全。其实这就是无守着伊的一个位伊就是贱安尼就是贱那牛甲贱，其实因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自以为是的人伊所做出来的行为绝对是自转自断的因为伊搁听袂入别人的看法做毋对，人叫伊改，伊搁感觉伊无毋对所以咱讲一个人会当接受人的意见，接受别人看法，愿意去改变伊家己毋对的所在，伊袂贱伊袂自转伊袂大主大意所以这个牛甲贱伊是相辅相成好，来第一句咱解说大家。第二句，身好金之势，反顾之道，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金之势，其实伊是讲着春秋战国的时阵，迄时阵真正是会当讲非常非常的乱
拄啊含咱即马同款，咱看咱即马社会有乱无啊？真正就是一个乱世，颠倒对立。因为咱来看咱即马的一个电视媒体啊，迄名嘴就好啊，迄咱有时阵咱拢讲都无影无食的代志，伊有法度讲甲敢若伊伫现场共款呢。咱若听过名嘴讲话啊，你会感觉讲喊假啦。就真正人也拢无讲啥，伊毋知为对生出来的啊，颠倒是非，然后呢，鼓动人心，造成政党对立，名嘴啊，做侪名嘴拢是安尼啊，那咱来看咱为即马的一个媒体报道的一个内容来看，啥物上受欢迎，咱敢知？新三社。除了八卦以后啊，看谁漏得多，这样人上爱看，所以咱拢讲即马有啥物叫做网红啊，就是网络红人啊，伊只要伊敢疼啊，一夜成名嘞。这就是真正咱即马的人民，大家拢受到这个气病所苦。弃民所居，物欲，物欲所被，物欲所逼啊，咱的心性拢好看掉的啊，变成讲咱的一个目睭拢爱去看迄无应该看的代志啊，所以啊，咱的真主人啊，一定无法度真正做着事物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拢做袂到啊！那经济世是安尼，袂当，所以咱爱反顾之道，换食换养，倒转来，古早的即个道就对啊。古早啊，就是做佚佗的啦。咱昨拄啊含咱迄年纪较大迄朋友啊，拄啊好有伫遐开讲着啊，咱哪知影讲以前的人他会当单纯甲安尼啊？咱真正毋捌经过迄个时代啊，单纯甲安怎你敢知？伊讲伊毋知国中啦，毋知国小还是高中的时阵因上课坐伫椅仔迄手拢爱扫湿，坐伫椅仔手拢爱扫湿这课本啊只要讲着啥物，先总统讲讲，因就爱立正。敢有安尼？咱现场的敢有安尼？咱较无经过即个时阵，毋知咱敢有经过就对啦有经过举手。有真正有所以伊讲只要迄本册啦讲20届的新总统讲讲，伊就爱立正20届。足单纯的，然后阮迄个朋友伊佫讲坐伫遐扫湿的时阵迄落雨啊，讲迄雨迄水淹甲伊内裤拢澹去啊，伊毋敢爬起来啊，因为老师无叫因爬起来，所以以前的人足单纯，老师讲啥物，伊就做啥物，即马敢有可能？无可能啊！即摆的囡仔含老师应喙应答。阮祖囝3年的时阵因班的查甫的，因老师管伊管袂牢的，霸凌啊，咧去霸凌别人，老师管袂牢，佮叫边仔的老师、别班的老师倒来管的，所以咱家己看，古早真正古早的人质朴。非常的质朴，非常的淳朴。虽然讲伊刚毅木讷，伊不善言辞，不过伊的心地足善良、足单纯的啊。无像讲咱即马，逐个人的心足乱的，拢袂当讲一讲的话啦就开始去投诉昨因咧讲因讲因的成绩拢互推起来就对啦。其中一个讲伊读建新国中那建新高中建新国中伊讲迄老师举迄藤条遮大支为伊的头壳讲12个啦，讲12个，伊讲伊的真正敢若满天星星伫遐咧转有的人是安怎？伊讲迄老师以前做歹的，迄椅仔站的头前椅
起来开始讲啊。结果呢，伊讲因三个伫遐讲吼，一个互讲过的以后吼，本来因班的分数啊吼75分，平均75分啊，看到伊互讲以后，因班的分数进步到90分，因为伊上恐怖啊。另外一个讲伊互推的以后吼，英语本地拢70几分，内嘛拢变90几分，逐个成绩拢变足好的，吼，所以以前虽然讲会惊，无爱互讲，毋过毋敢反抗。即马毋是你甲我讲一个，我甲你投诉；无你甲我讲一个以后，话人就拍转去啊。所以啊吼，即马的时代和以前真正袂比近，所以要反骨。希望讲咱会当反转去古早的一个质朴，吼，无像即摆咱拢讲安怎，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即摆的人的心嘛吼，真正差以前差太济啊。咱重视的是物质甲外在，吼，所以啊吼，咱讲爱反骨，反去上古就是咱迄粒初心，咱迄个真面目恰自其心，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反骨啊吼。来。咱讲要反骨，就是复古，毋过袂当泥古。泥啊吼，就是拘泥，拘泥就是袂当顾一个意思。吼，咱会当复古，咱是要学习伊的啥物精神，学习伊的一个精髓。吼，毋是讲诶哦，伊个人讲驶马车，我即摆嘛爱驶马车，安尼互人讲笑的哦。吼，毋是欣慰上，吼，咱是学伊的一个精神。所以呢，师尊伊有讲，伊讲呢，修道爱古老化，办道爱现代化。这其实伊嘛是讲着讲，咱修道啊，咱恒常之道，就是讲咱迄个道啊，吼，咱共款拢总是爱甲伊固守。毋过呢，咱办道的方法，咱爱创新，要创新啦。所以讲，咱即马有伙食团，咱即马有青少年班，咱有菩提心会班，咱有机会去听迄课的话，绝对和咱遮讲的拢无共款。哦，为虾米？因为因遐个人啊，吼，因是敢接受道场。你讲相深的道理，有时阵伊听袂落。所以呢，变成讲吸引因的一个话题啊，吼，会较济啊，吼影片信息的嘛会较济啊，吼，慢慢，互因的心真正定下落来以后，咱才开始带入这个经典圣灵的一个教育，吼，所以修道古老化，办道现代化啦，吼，来，伊讲。如处者，栽及其心也。如处是啥物意思？就是讲，你无离后主用，真离后主专的这人啊，你也真正安尼去做的话啊，吼，一定会有灾难临头啊，吼，就是讲诶，伊的人生一定就是有苦的啦，吼，因为这人啊，吼。伊袂当归根复明，就是咱知影哦，自专自用的这人，因为固执自我的看法足侪，不管别人倒咧去做，安尼相对的，伊和人内底一定有足侪一个基础嘛，吼，有足侪一个摩擦嘛，所以伊的心嘛，吼，一定拢完全是袂清净的。那袂清净是要安怎归根复命呢？咱讲天堂啊，吼，伊真正去天堂，伊嘛带袂牢，因为心内的一个本色伤介济啊啦，吼，所以啊，吼，自专自用的人无法度归根复命哦。来，自专自用的人，伊袂当了缘了罪，哦，拄则咱有讲嘛，拄啊311迄个缘分啊，因为伊毋知影有文法，所以伊毋知影通要修；伊毋知影有因果，所以伊毋知影喊你做功德，喊你通要去行人。伊共款不时就是伫遐伫做业，吼。所以啊，吼，伊毋知影通好来了罪了缘啊，因为伊
伊的见识太过于浅薄，伊的心量太过于狭窄，来，自尊自用的人袂当了脱生死哦，因为咱知影上界大的一个灾难其实就是因缘果报因缘果报。因为伊毋知影，所以呢，伊去做即个因果做因果，你就是爱去四生六道内底不断去轮回无法度去超生了死好，来，这段啦将讲着讲，非天主不义礼，不制度，不可闻伊将嘛是讲着讲无背理就是讲不在地位毋是做天主的人袂当去做仪礼、制度、考文的即个动作孔夫子会强调这嘛是迄当时春秋战国迄当时会使讲非常的乱各国的一个诸侯，伊家己去定伊国家的一个法，定伊国家的一个礼。那变成讲即个周天主伊无德，伊虽然有位，毋过伊无德，所以伊管下底的诸侯伊管袂动所以变成呢，因伫祭祀的时阵，咱知影讲祭祀天子是用9鼎，9个鼎就对了。诸侯用7鼎，大夫用5鼎，结果迄当时咧，诸侯僭越，伊伫祭祀的时阵，伊直接用天主的礼，用天主的礼，大夫咧用诸侯的礼，乱七八糟就对啦。所以夫主伊才会讲，你毋是天主的位，你袂当做即个代志伊非常的感叹所以伫遮咱知影讲，一个国家伊拢有伊一个国家的法。咱知影，咱即个国家内底迄个死刑，咱知影法院伊判死刑以后杀人有权利去执行枪决即个动作。啥物部长咱知？法务部长对，讲法务部长有即个权利所以虽然法院伊甲伊判死刑，一个死刑犯判死刑，只要法务部长伊无要枪，伊5当10当，伊拢袂死伊拢关伫遐毋过正解咧，咱知影19天尔，法务部长伊随枪19天尔，伊就随互执行即个死刑，因为即个法务部长伊有即个位伊会当做即个动作所以如果讲总统伊讲你甲我枪，伊去枪枪讲要正解死刑，袂当呢因为伊的位虽然比法务部长较大，毋过这毋是总统的一个职责呢好，来咱讲天主，天主是啥物？天主就是讲受天之名者那咱知影讲，天主就是道尊德贵，有位、有德、有道，拢兼备的人这叫天主伊占有天时所以尧、舜、禹、汤、文、武，因这拢总是受命者，因拢总是天主这是有形的天主，每一个国家担一个人尔。那无形的，咱每一个人嘛拢总是天主咱每一个人拢总是天之主，因为咧，咱拢受命书一旨受命书一旨，咱拢已经求着道咱每一个人拢总是有得道，咱拢有寿命、寿命咱有寿命，那咱拢总是老母娘的一个分灵所以呢，承袭这个天命而来每一个人拢总是天公仔囝就对啦那因为变成
实以后啊吼，咱即个自性无法度适时适时适用啊，无法度适时适用，就拄着即个逆境啊吼，变成讲咱的心就偏去啊吼，失去即个原则甲态度啊吼。所以啊吼，咱真正，咱讲咱身为天之子啊，咱啊吼得着道啊，咱来好好啊修，好好啊办啊吼，真正正脚踏实地啊，甲咱即个德，因为咱有位，毋过咱的德阁无够，咱来好好啊修，好好啊做，甲咱即个德甲伊补起来，真真正正做着即个德甲位啊吼，兼备啊，兼备的啦吼。安尼啊吼，但是真真正正叫做天子哦吼。来，咱讲到礼礼，即个礼啊吼，礼仪内底有讲着，伊讲礼也食吼，礼也食礼也，礼也食礼也，我讲毋对啦吼，礼也食礼也，即个礼啊吼，其实。伊是咱人类行为的一个规范啊。那这规范其实是安怎？本着即个道，本着即个理，本着即个自然所创立的哦吼，即个礼哦。所以啊吼，咱讲天地有序，天地是有序的啊。即个礼毋是因为咱人才来创立的哦。毋是哦，天地之间，伊就有即个礼存在啊，吼，所以伊即个礼啦吼，即个礼伊的一个作用，伫礼仪内底的即个규礼内底，伊嘛有讲着吼，伊讲규礼者，所以定亲疏，不嫌疑，必当义，明是非也，吼。伊即个意思就是讲，即个礼啦吼，是伫决定咱人甲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亲疏的一个关系吼。咱讲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吼，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兄弟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吼，不相离呀。吼，伊就是讲，礼是伫帮咱断定依然实证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做法。礼呢是伫别同义，吼，伊是伫分别尊卑地位，吼的一个差异。礼伊是伫明辨是非对错，吼。如此一来啊，吼，咱社会搭有即个秩序，人甲人啊，吼，伊搭有一个规矩啊，吼，会当去遵守啊。那咱讲义礼，义礼啦，吼，就是讲一定咱爱遵照即个天理而行啊。咱拄仔有讲哦，咱即个礼是依照理、依照天理来的。所以，咱定即个礼嘛是爱依着天理来定啊。那天主呢，伊受着即个天命，伊来定即个礼，承接天啊，来施即个人情。咱伫下底的人，咱嘛是共款哦，咱爱顺着即个礼啦吼，然后去行啊，去守即个义礼，吼义理。啊无，人拢讲啥？即个人讲，咱拢有听人讲，即个人啊吼，做了做歹啊吼，伊背礼的话啊吼，咱会讲伊安怎？无法无天，伤天害理，对无？咱拢会安尼讲，吼。所以其实啊吼，就是因为伊所作所为无下礼，嘛无下理啊，吼。来，咱讲即个礼，由来咱自身。由来咱自身，即个礼就是咱人对天道的一个体现。啥物意思？其实就是讲咱爱将咱的一个自性法，甲伊发挥出来。咱本来的真面目，恰主之心，伫咱拄着一切境的时阵啊吼，咱拢爱将即个礼，将即个道，甲体现出来。吼，袂当讲我拄着紧的时阵，我的心内吼烦恼
价值，所以伫国家来讲，啥物叫制度？咱即马一例一休，伊就是一个制度。国家讲，我即马要叫恁每一间公司，恁爱去实行即个一例一休。那每一间公司就爱遵循国家所定落来即个制度，然后开始伊去定伊公司的一个小制度，看要安怎行。所以对国家来讲，即个是制度；对公司来讲咧，升迁制度、福利制度、薪资制度，这拢有一定的一个规范。我要安怎做？我要做偌久？我要甲啥物的成绩？我才有法度去升官？伊拢有一定的一个定数啊，所以这叫做秩序啊，那秩序，咱拢听过一句话叫做井然有序，拢有听过这表示讲这个所在，这个国家伊的一个秩序，社会秩序非常的好，那咱道场嘛有秩序咱知影啦咱拢讲虽然讲咱拢讲司法平等有够下毋过呢，为着即个道务的一个推行变成讲咱嘛是同款爱有即个检察、检察署、领领等等即个阶级，即个阶级落来，那甚至咱伫开班的时阵，咱就有啥物组？有列车组，咱就有服务组、交通组，等，因拢有一个组长，就甲因讲，你爱安怎做，这拢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规则，有一定一个程序所以有这个秩序，袂互咱变成多头马车无安怎？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会安怎？政策没办法推行，所以制度一个制度真正定了好的话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伊就真正有非常有价值来，考文就是考定文理文以载道，这两件咱互咱大家参考啦这个考文其实伊就是讲定全国统一的一个文理以前伫大陆咱讲大陆迄个江苏省遐，其实迄个所在变成讲因拢讲方言，所以呢3公里、5公里一个庄这个庄讲的话，这个庄听无，所以这个人去遐，伊咧讲啥，伊听无就对啦所以会变成安怎？无法度沟通。毋过这当时咧，只要写字，一写字因就知影意思所以统一文理其实就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咱知影讲，这个文理伊有一个传承的一个功能那更较深的一个意思就是讲，文以载道，文理伊是用来说明这个道的文以载道，啥物意思？咱知影讲天地宇宙伫运行这个道叫做自然之道。那伫咱人身上，这个运行叫做伦理之道，所以这个道是伫咱人的身躯、伫事、伫物顶面伊要互伊运行的一个方法，方法啦那基本方法跟道理那基本上咱既然是安尼的话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文章、任何的一个文学作品伊的内容，照你讲拢应该爱包含着道因为道是一切事物运行的一个道理那你这个文章你要感觉互人感觉有价值，你
的经典，因为经典是圣灵所留落来的，伊所讲的伊所讲的，拢总是伫成就咱人的啊，要互咱人清净，要互咱人圆满，要互咱人超生了死的，所以文以载道，莫过于经典啊，来违背天命啊！违背即个天命啊，所去做的即个礼啊，道啊、法啊，这是无法度去做一个传承的啊。就是讲呢，如果讲呢，即个天主伊有即个命啊，伊有即个位啊，毋过伊无即个德，那伊去定着即个礼，去定着即个制度，去定着即个文理啊，毋过无下着即个理。那既然是无下理的话啊，伊就无法度一直传落去啊，那咱知影咱讲迄个文王伊有德啊，伊嘛有位，所以呢，四方啊，迄四方的一个百姓啊，伊就自然来甲伊做一个归顺啊。毋过呢，如果啊，像迄个成吉思汗伊是安怎？伊是用即个武力去占领啊，去打仗，占领了很多的国家。毋过咧，伊的国家就袂持久。所以伊国家的一个年代啊，就足短的啊，所以讲，咱讲真正你要定即个礼制度文，一定是爱下着礼，爱下着礼啦，下着即个天理啊。来，本文啊，因天下机动轨，事动文，行动伦。即句的一个意思啊，其实伊嘛是讲着讲，等一下哦，其实即句呢，伊是和顶一句做一个相呼应就对啦，因为顶一句伊是毋是讲着非天主，毋是天主的人，袂当去议礼，袂当去制度，袂当去考问哦。毋过呢，如果讲啊，你是天主的话啊，你会当去制度，会当去考问，会当去议礼，因为你有迄个位，有迄个德，那你就会当做甲机动轨，事动文，行动伦，这是啥物意思啊？即个机动轨，伊即个意思啊，伊就是讲着讲，伫古早的时阵咱知影伊以前无像咱即马有这点加路，以前无啊，伊以前加有迄土路，那咱知影迄马车伊安尼驶过，安尼反复安尼驶以后伊迄个灯甲灯之间有一个距离有一个距离。久以后伊安尼教就会变成两条车道固定的一个车道出来所以伫迄当时伊就是将即个车道即个车子之间的一个距离，甲伊固定落来以后拢行伫迄个车道顶面即个机动轨有啥物目的？伊的目的就是讲着讲咱家己看一台马车啦是伫迄硬定的一个路伫行较平稳，还是伫一个安尼软松拢落坡仔的路伫行较平稳？硬嘛，绝对是硬伫行较平稳嘛。所以举头轨会当互伊车伫行较平稳，马嘛会较省力毋免足出力的啦那变成讲伊即个物资伊以前即个军队如果讲要打仗的话因即个物资爱为甲方甲伊驶去，甲伊送去到即个地方如果讲伊全国伊即个轨道拢会当固定，变成讲伊的速度变足紧的嘛足省力的啦所以咱讲机动轨会当互一个国家伊的政治，搁
济拢非常的进步，所以移动轨伫当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由来咱道场嘛是同款咱讲移动轨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咱上位的人，伊经过大家一个参考然后去定即个方向，定即个目标，定落来以后，咱下底的人，咱就是爱遵循去做，安尼就袂唔对啦另外，就是讲咱知影尧舜禹，因这圣人，因讲这一部圣人之车因收留落来即个礼收留落来即个经典只要讲咱愿意按照伊收留落来即个规则去行的话，安尼咱就会有成就这嘛有即个意思就对啦那咱知影讲开车，你开车的话，咱台湾规定，咱就是爱开正常毋过咧，你越过，你开位倒去，你开位倒进去，安尼有危险的，绝对发生车祸的嘛。那火车嘛同款火车伊的铁枝路，跟两条，你着拢照安尼开，就是足平稳的。毋过呢，有的人呢，毋是，迄无注意咱。互较细汉的时阵，戆毋知影，拢迄铁枝路迄唐山铁路的，拢甲迄石头就去甲排伫迄铁轨上面，咱有哪毋知影讲迄有危险就对啦，即摆大汉的时阵，咱知影讲，哎哟，这安尼会造成越轨呢，是足危险的呢，所以咱知影火车一越轨迄损失惨重呢。真正是损失惨重，迄话真正死骨600个所以咱家己看，有形的车，越过拢是生命危险的咱人嘛是同款，咱人啥物叫做越过？就是背天，背天背着上，背圣人，背咱的自信，咱所作所为，拢无合乎着即个天理，无合乎着即个。轮回不止了啦所以讲咱真正啦咱若真正越轨，咱就是背上就是对不起上天，对不起咱的自信，佮甲咱家己推入这一个火坑当中来，咱讲到这个苏东文，所以拄这个机动轨，机动轨就是讲，这个轨其实伊是一个规则法度咱大家拢爱去遵守的一个制度。那课文有讲到就是苏东文所有的一个文理拢总下当就是统一。伫西周就是西周以后伊的一个。伊的一个形体，佮伊的一个笔画拢总是天主天主才会当去定那为虾米讲苏东文最重要？因为咱知影一个国家伊的法令，伊要去甲伊设一个法令结果伊的文理拢无统一，变成讲伊写出来的物件即个诸侯、即国、这国我看无，还是讲楚国我嘛看无，安尼变成讲伊的政令要推行，就有困难存在那变成讲伊的一个文化要交流嘛拢看无，文理袂通就对啦所以变成来讲一个足严重的一个障碍所以为什么要考文？非常的重要。对伊的一个经济，对伊的政令要
推行，拢有伊的必要存在。那由来咱的信上嘛是共款，由来道场啊吼，咱讲考文其实就是讲到即个经典，圣人所留落来的经典，拢总是同文啊。啥物叫同文？拢共一个意思名，就是要互咱超生了死，就是要互咱自性清净。圣人所留落来经典，无脱离即点的，所以叫做书同文，拢是共一个意义。另外就是讲咱知影经典毋是一世法，毋是二世法，经典是万世法。伊所留落来即个理是不变的，伊的理就是真理啊！拢总是不管流传到什么时代，拢总是适用的哦。因为伊就是要互咱自性清净的，伊袂有偏差的啊，所以这叫做书同文，就是指着咱的一个经典啊，来讲到即个行同论，行同论的即个意思呢？伊就是讲全国人民啊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范，共去遵守啊。伫战国时代啊拄仔有讲到，每一个国家伊去定伊家己的一个规范，定伊家己的一个制度，乱七八糟。迄当时伊做伊的，定了到底对毋对嘛毋知影啦因为无统一。到尾慢慢甲即个秦国，伊去灭了即个诸国以后伊大甲全部统一去定即个规范伊去定统一实行统一的一个制度所以呢。因迄当时全天下因所守的一个规范，就是拢是统一的那由来咱自身嘛是共款啥物叫做行同论？其实就是讲咱即马修道，咱即马追求真理，咱即马所修的，就是圣人之道。咱所修的，拢总是就是。四维八德嘛，拢总就是圣人所留落来嘛，忠义礼智信嘛，礼义廉耻嘛，所以事实上，即摆咱讲咱行同论就是讲呢，要互咱每一个人会当自觉，会当去发现咱自身的即个宝咱就会当去欣赏。共款，逐个人拢会当去行共款的一个真理咱逐个人拢会当去实践即个伦常所以事实上咱家己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论不管是伫古早，伊有伊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存在。伫咱即马嘛是共款包括咱咧修道包括咱自身这三点嘛是拢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三点，这个制度其实伊就是讲到这个法的部分这个考文就是讲到理，咱讲真理嘛，咱共同就是咱圣人所留落来这个真理。讲到这个礼就是其实是讲到这个情所以事实上咱讲情理法，咱三个咱会当合一的话，这就是一个合同的世界，合同的世界嘛是讲会当互咱这个世界真正达到真善美。那咱即摆咱讲咱的道会当推行家去万国九州，嘛是因为即个制度，嘛是因为即个考文，嘛是因为即个义理因为咱咧修，因为咱看经典，因为咱拢遵守共的一个圣人之居就是咱拢共同遵守圣人这部车
吼，所以咱的道啊，吼，才会当推行出去，吼。好，来，虽有地位，故无其德，不敢做礼乐宴。虽有其德，故无其位，也不敢做礼乐宴。吼，其实伊遮伊就是讲着讲，要制作礼乐啊，吼，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要定的即个人，伊必须爱有德，伊嘛必须爱有位啊。吼，这是一个足严格的一个规定啦，吼。如果讲诶，也无的话，缺伊啊，其中一个有德，毋过无位，安尼去做，安尼叫做越位哦，安尼叫做背离哦，吼。那天主啊，吼，如果讲伊有位，毋过伊无德，伊毋敢去定即个礼乐。君主伊有德，毋过伊无天主即个位，伊嘛毋敢去做礼乐，就敢若孔夫子共款，伊有德，毋过伊无天主的位，所以伊毋敢去定即个礼乐咯，吼。好，来，咱看礼乐，啥物叫礼乐？拄仔礼咱有讲过，礼其实伊就是一种秩序，伊是一种规范。那即个礼啊，吼，会当端正咱人的心呐，吼。咱讲，咱拢听过讲礼啊，礼以节行啊，礼会搭起节制咱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咱讲叫做礼节，吼，叫做礼节啦，吼。毋过咧，慢慢啊，吼，即个礼伊的内涵啊、内涵渐渐不见了。渐渐失去了，变成讲咱即个礼拢做表面的，变成表面的会安怎？貌似啊，礼貌的貌，就变讲拢做表面，貌似好像是礼貌，可是事实上它的意义已经无存在啊。所以本地礼节即马变啥礼貌，敢是安尼？一代不如一代就对啊啦，吼。那咱知影讲即个礼啊，吼，其实啊，吼。来讲到即个角，即个角伊是指角，吼，毋是靡靡之音哦，毋是带的一个音乐哦，一定是爱角，对咱心性有帮助的。那即个角会互咱潜移默化，使民和睦，伊会当去调节咱的一个身心哦，吼，真正的一个角是安尼啊，吼。孝经伊有讲着吼，伊讲诶。要移风易俗啊，莫善于乐；安上治民啊，莫善于礼呀。吼，伊就是讲着讲呢，咱讲啊吼，咱要安详，咱要治理人民啊吼，就是爱有即个礼来做一个规范啊吼。咱知影吼，伫礼记内底，伊将即个礼，伊甲伊比作提防。咱咧倒水即个提防啊吼，伊讲吼，咱毋通想讲即个提防啊吼，无路用，咱着甲伊切掉，甲伊废掉，安尼会安怎做大水哦？吼，那咱嘛袂当讲，因为即个礼无路用，咱着无去遵守即个礼，因为咱人，咱的心，咱有欲望，咱有烦恼，那。有即个欲望，无法度得到即个满足的时阵，咱安怎？咱会感觉无公平，咱的心就会生即个怨恨，那变成咱就会起冲突、起争夺，天下就会大乱啊！吼，所以即个礼就是要起来甲咱节制啊，节制，要去甲咱节制，咱才会无合理的一个念头。所以虽然讲咱虽然想要爱，毋过即个礼无下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用即个礼来甲咱做一个节制，吼。那即个礼啊，吼，咱拄仔有讲，夫妻之间有夫妻伊爱守的一个礼节。如果即个礼无去，毕竟小三小四就会一大堆啊。吼，所以伊即个礼，伊是一种规范咯吼。来，咱讲到即个角，即个角啊吼，伊是要用来移风易俗，要来
潜移默化，咱讲奥修的一个音乐，伊是心灵音乐，伊互咱平静的咱一平静，咱的心就清净啦那毋过呢，咱知影一个摆的一个音乐，咱拄仔有看到迄张片，迄个影片嘛，伊有讲迄个魔王伊就讲你即摆最好每一间店拢去播放迄靡靡之音去扰乱人民的一个心性咱知影以前一个国家到底这个国家安怎听伊人民的一个歌声伊就知影这个国家治了安怎所以之前咱发生一个，咱互较袂比对一个国家，伊就是听到讲因的一个乐师去弹一个音乐伊听起来就是音乐谐音的音伊就讲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果真毋免偌久这个国家属于灭亡因为这个音乐会让人民真正就是潜移默化所以伫中国古早伊的一个艺术伊伫规定一定爱安怎诗无邪，就是讲你这个音乐一出来，袂当互咱的人民有邪思，互咱人民有一个歹的想法，袂当所以伫民国伫古早甲民国以前迄当时因的音乐拢总是去教化人心的，因所播的戏拢总是符合这个道德伦理规范的人讲寓教于乐嘛，所以迄当时伊的人民为人无读册，毋过咧，伊拢捌即个大道理，因为伊拢看这人搬的戏嘛，所以呢，因的心就袂乱袂想要去做一寡歹代志就对了。即马咧，拄好相反，咱看咱即马咱的媒体伫搬啥？新闻所报的拢是奸杀掳掠敢是因为伊报迄较好的迄无人要看就对所以呢，伊拢爱落重咸连续叫你演啥？即马演啥？甘味人生敢是？你演甘味人生或许以前毋知影甘味人生是伫演啥物就对毋过听人讲甘味人生的一个收视率足悬的而且毋是老人伫看尔，拢是少年人伫看咱互较咱就想讲，安尼我无来看啥物是伫甘味人生，我嘛是少年人的我嘛来看卖就对一看到以后咱讲嗨少年人你看这也有法度，这根本是你教歹囡仔大细的戏咱也有看过咱去甲看，你敢是拢报复来报复去，报复了以后换迄个较安怎做拢迄几个就对这件代志报复无了，搁换另外一件来报复就是真正教歹囡仔大细嘛所以咱家己看，即摆的电视你演这要安怎移风易俗根本是你教歹咱所以这是媒体伊的一个责任好，所以这个礼乐真正正的礼乐是会当导正咱人民的心性的，一个歹的一个礼乐会当去毁坏咱的一个心性来，有位无得这就是讲着讲，你也有天主这个位，毋过你无这个德行的话天下是袂好的袂好的话礼乐就推行袂去这做好想象的就是讲，一间公司伊讲咱知影这个头家无德行然后对这个员工搁做苛刻的变成咱安怎？头家伫的时阵，搁认真头家无伫的时阵凊彩糊涂摸摸只要有机会我嘛袂住伫你这间公司忠诚度拢无这就是有位无德会变成安尼那有德无位的安那？有德无位会变成名不顺名不正则言不顺无这个名，无这个位，讲话无力那你
影刑法这是我啦，这真正是我啦。定刑法去罚即个人民啊吼，这是足枝微末节的代志啊。啊，即个刑法啦，即个法律啊，定的啦吼，我无一定是真正是不偏不倚的哦。咱学校有之前去上课的法律迄个老师讲，伊讲即摆法律是咧保障啥？即摆法律是咧保障遐个北环对袂啦？吼，伊知影去钻即个法律漏洞哦，律师家己讲的，所以即个刑法啊，无一定会重责，啊无重责的话啊吼，人民啊吼，就唔知影要安怎办啊啦，吼，不知道怎么去遵守，所以遮就是讲着有位无着，有着无位的人啊吼，伊所定的一个礼格就会重责咯吼。来，上尾一段。五法下礼记不足精也，五法温礼有所尊严，五法周礼应用尽，五种酒啊吼。这个意思就是讲着，这个我人吼就是讲喜爱的意思。孔夫子讲，我真介意这个下礼，毋过呢，伊的后代啊吼，子孙记是一个国家啊吼，记国所留落来的在典籍啊吼。无足伊去证吼，就是讲去证实啊吼，到底有下咱即摆的人民用无啊？伊讲我学即个文理啊吼，虽然讲伊即摆伊阁有宋国啊吼，即个国家存在，毋过呢，伊迄是过去的法啊，无适合咱即摆的人民用啊。来，五学周礼啊吼，应用字。到尾我去学即个周礼，啊，即摆的人民这是当世法，即摆的人民嘛是拢用着这，所以我只好遵守即个周礼啊。那其实呢，伊遮啦吼，伊嘛是讲着啦吼，遮就是讲着讲，孔夫子啊，孔夫子伊嘛是学足个国家的一个礼啊，毋过最后啊吼，伊讲究，咱知影哦，周礼啦吼，周礼是文王、武王、周公他所订立的。啊，文王、武王就讲伊是一个有道的一个文君，明君，所以呢，孔夫子讲究，伊嘛是讲道哦。吼，那伊讲道，咱知影，咱即摆讲伊管道，咱所拜的礼嘛是九五大礼，嘛是周朝所留落来的即个礼就对啊啦吼。那咱知影吼，伊讲啊，伊讲五讲究啊，吼，夫子讲五讲究，伊就是讲道啊。毋过咱反观，咱有赖咱的心上啊吼，伊讲道，那咱讲啥物啊？咱即摆咱拢讲啥物？咱是讲名还是讲理啊？吼，咱啊吼爱知影啊吼，咱若讲名讲理，咱就是落入啊吼，拄我所讲的魔王的阴谋啊！哦，伊真正互咱的心性一直走偏去啊，所以咱爱选着一条正确的路啊，生命之尊啊！这是啥物意思啊？吼，进前黄西田伊有做一个广告，伊讲人死以后啊吼，爱将你即个骨头花啊吼，放入龙眼啊，安尼啊吼，代表讲你的性命足尊贵的啊。毋过身份的尊贵，敢真正是伫讲你食啥物，你用啥物，你住伫倒？毋是哦，即个身份的尊贵是尊贵于你做啥物，敢是？你所做的是为着家己，还是讲是为着众生？尊贵是尊贵伫遮哦。那咱所在目前啦吼，咱真正咱逐个啊，咱每一个人拢足不尊贵的，修道人上尊贵啊。哦，所以啊吼，修道吼，生命之尊啊，咱每一个人，咱拢有把握条的啦吼。来，希望咱尊重咧，咱就是去过一个有道的一个生命，是上界高尚的吼。所以咱讲要行啦吼，咱就是爱去行道这条路，因为咱老师有讲过哦，伊讲啊吼。咱知影，咱不管行啥物啊，行名啦，行利啦，这条路啊，风险拢足大个啊。
因为人生无常嘛，巴菲特因为咱知影进行联合航空啊，就是发生那一个把那个乘客拉下机啊，结果呢，伊的股价啦，一夜之间大跌啊，巴菲特一暝啊，一天损失7亿，损失7亿啦，咱一世人拢赚无遐济哦，所以不管是名啊还是利啊，咱去行一条路拢总是唔对的。老实讲啊，啥物上尊贵的啊，伊讲啊，人爵啊，人爵哪有天爵贵啊？功名焉有道名高啊？所以真正啦，一日只有修道这条路是高投资零风险，这是咱应该爱行的路啊，来，知影了原行功利德啊，这大是真正的一个生命之河、天作之合啊，啥意思？就是讲，咱已经求道啊，咱有位啊，毋过咱的德阁无够哦，咱的德无够，咱就是爱修来补啊，咱来培养咱的一个德行。真正唯有真讲实善啊，咱会当去归根复命啊。那啥物是成功了愿？咱知影成功啊，渡人救人心专人，这成功行善事，这种成功了愿呢，就是了我们的10条大愿，咱有落啥物愿，咱就是爱去甲伊了啊，安尼咱真正做到生命之河啊，好咱互学的时间阮啊到啊，超过1点点啊，因为咱互学啊，阮啊是做初学，阮啊有足侪一个不足啊，所以拄则所讲的内容，如果说有不足的、有缺失咱的咱甲咱做一个原谅，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华喜充满，谢谢大家。